会跳舞。海味61味，赞。海味61生团写歌，应该讲就生活的代志，嘛无讲要求要做到安怎咧，就生活咧一工相对想着啥写啥安尼，对，足自然。差不多拢是生活、社会、国家，大部分拢是较艰苦、较愤慨，迄部分较侪。大部分的歌是为我先开始，我拢一直高雄。我讲这个意义是讲啊，讲今日我无伫高雄，我伫别个国家的外县市，我较会想着故乡尔。对我来讲，其实感觉无讲故乡是讲偌大的即个所在，就讲因为我就是一直伫遮内底，人讲有种乡愁，有种其实无爱。对我来讲，即个高雄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啊。我伫遮看外口的代志，看干。所以这在保护好看，一般人做好看。你像我即马就在像 YouTube 啊，是啥线上种啊，因就会让看到啊，听到这个歌、这个物件啊，看到这无共的物件，看这袂歹。爱说台语，大家爱讲台语。希望会当更较侪团用台语来生团声音啊吧，因为即马足侪拢英文啊、中文啊，较希望会当较侪台语团。嘿啊，大家顺其自然，啊看即个城市未来要文化要安怎做，要安怎行。为什么毋是阮家己想的，即个所在地位，照阮的想法安尼走？其实应该是全部人所有讲要安怎发展，要安怎做，应该讲家己的想法无遐伟大啊。毋过只要做会好，市民大家会当欢喜，这较重要。